上大雨南投几落个所在崩山走溪翻溪，第14线林子馆这段路，昨昏挖到规个崩山，土石规个下落来，路袂通，该在无人伤亡。另外，第14线其他的路段嘛拢全水，也佫有到85线都达明崩坑。这个所在也佫有到89线立平产业道路，拢有土石规个下落来情形，路嘛袂通，相关的单位等咧处理。土石流当中啊，哇，没有办法挂过了，我们要硬过了。 规片的土石啊，甲路砍掉的，民众真细力慢慢啊过。在土石流，哇，危险危险！一直讲真正是足危险的，这是南投第14线唔那林子馆地区有土石崩落来，其他的路段嘛出现积水。太深了吧？车驶过水喷甲真悬。12号中昼，中央气象局对台湾几内个地区发超级大雨特报出来，其中南投是大雨特报地区，是未到特报才发出来无1点钟尔，林子馆就突有土石崩落来，意外出来，路规个断去。南投公务单位派工程车去拼点外钟路接拼进去，好佳在意外无造成伤亡，毋过共款伫个南投，这款的意外毋哪一件。 土浆甲石头位山顶流落来，袂输变做细水枪同款。这是到85线的都达明崩坑。民众讲，其实11号开始就已经有较细水崩山的情形啊。这届更较咸，土石甲崩坑口塌掉的。相关的单位赶紧由封锁线出动怪手去处理。目前本轮级辖区头85线7公里处及头89线16公里处土石坍塌，无法通行外，其余路段均可通行。 那第14线林子馆甲到85线都达明崩坑，另外伫到89线的立行产业道路嘛，因为崩山雨路断去，松林步路的对外道路有地基流去的情形，路离开警方为封锁线，保护民众的安全。一部分的地区嘛有淹水的情形，南投落大雨，警方提醒民众落雨天出门一定爱较细腻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